闽南语连续剧大下注。你的秘密敢干那这尔？毋过伊绝对袂原谅你甲志忠甲志玲两个对换的代志。你想，伊若知影这件代志，伊会安怎？我准你讲，我不准你讲。头家娘，我话已经讲煞，药啊我放在桌仔顶，你家己好好保重。我无希望你伤早死。阿文，阿文。 你听是啥？你啥物拢听着是不是？淑珍啊，你唔免烦恼，我会讲出去啦。我知影这件代志真严重，我绝对会保守这个秘密。你为什么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？淑珍，代志过去都已经过去啊。不管讲志忠是不是你生的，上起码伊踮咧等家大汉的，大家对伊拢有真深的感情在的。 这件代志若是讲出来，对大家并无啥物好处，尤其是对志忠，敢是真残忍。囡仔总是无辜的啊！小珍，你甲我两个拢袂使讲出去，咱来保守这个秘密，好无？阿姨，你嘛是当家的人，假使有一天你开始怨有我这个当家的媳妇，你敢会用这件代志来威胁我？ 袂啦，我来等家虽然毋是真长的时间，也毋过你想看卖咧。我敢捌讲过我无应该讲的话，我敢捌做过我无应该做的代志，无对无？安尼你哪就惊我啦？以前是无，也毋过无代表讲以后就袂啊。你无相信我？昨暗吼。 我还阁咧甲建昌讲，我考虑要搬倒阮兜大咧。但即摆我决定啦，我决定要留踮咧遮，我要留踮遮，好我保护迄两个囡仔。保护囡仔？是啊，拄则迄个人哦，毋是头一摆来甲你危险的。我相信后摆伊原来还阁会继续来。你想看卖？万一若倒一天纸袂包的火，志忠若知影伊家己身世，敢是足可怜的。 我要来看伊。你敢真正袂讲出去？可怜的囡仔。虽然讲你毋是陈家的骨肉，也毋过你有这个缘分踏入陈家的大门，做陈家的子孙。拜托陈家的祖先，恁着要保庇这个囡仔的身世，千万都毋通漏泄出去，互这个可怜的囡仔会当踮陈家长大成人。 这两个囡仔愈来愈大汉啊！假使有一天，伊若知影家己的身世，志忠会怨我，志玲会恨我，啊建昌伊会离开我，到时阵我是要安怎？我是要安怎？ 阿
款代志发生，我一定要保守这个秘密。我要对阿姨较好一点嘛，我要对囡仔较好一点嘛。我要阿姨知影讲，迄当时我会安尼做，迄是不得已的。我要囡仔知影讲，我是一个好老母。你莫生过去，你不知做老母的，我就经历快红怕红苦都红成第一种感觉。我一定爱去，我一定爱去。袂用你啦，你去的愈母愈惨啦。我一定会替你放手啦！我不是你母家，嘛不是你的，我母家代志，别你管你放手啦！我安尼当不能回去谈家，安敢袂伤残忍？人个总是囡仔的老母，何况即摆囡仔伫咧谈家里用苦毒，也毋过，伊伫咧头家甲头家娘的心目中，即摆是一个死人。伊若青蒙白蒙走去谈家，安尼代志会愈舞愈惨。坏媳妇甲袂收线，唉，还是要安怎？啊，无替伊咧等家走一撮，把囡仔找倒转来。我看只有安尼做。你放心啦，我无要出去，我会听你的话，我会等去东家看囝。母娘，你唔通怪我，我真正为着你好。我知影你是为着我好，自熟悉你到即马，我知你所做每一件代志，你所讲的每一句话，拢是为着我好。你今仔早起，甲建昌阿姨讲甲遐尔肯定，讲咱永远都无要回去东家。你讲的永远，敢是一世人？你敢真正爱我永远拢莫回去东家，永远将我的囝放互袂记？假使你若爱我安尼做，我就安尼做。身边，约束不敢放袂记。假使你若爱我安尼做，我就安尼做。母娘，阿好兄，一世人，我敢若亏欠两个人，一个就是我的囝。另外一个就是你，我若是无听你的话，我就会感觉我亏欠你搁较济。你无亏欠我，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是缘分。我即马，敢若毋望你莫遐冲动，好好活在这个世间。只要你能够活掉了伊一天，你才有可能参你的亲生囝团圆。母娘，伫咧这个世界上，我已经把你当作是我的亲人。你若有啥物委屈，有啥物困难，你做你甲我讲，我一定会无小代价，想尽办法替你做甲到。那有暗啊，好去困啊，哦。
先去休困啊。我想要一个人好好相处。好啦。文姐，妇女，这呢阿妈哪未休困？文姐，我有一句话想要甲你讲。虽然我知影即嘛毋是讲这话时阵，不过我今仔若无讲出来，恐惊以后我嘛袂想要讲啊。妇女，是毋是阿凤兄的代志？我知影啦。 即阵啊，阿凤兄为着我的病，拢无去关心你，嘛耽误恁的婚事，真正辛苦你啊！嘛多谢你即阵啊替我照顾美观。文姐，这拢是我应该做的，你免甲我遮客气啦。文姐，我是想要知影这几年来，你甲阿凤兄之间到底是啥物款的感情？ 你是毋是会当坦白甲我讲？毋管我今仔是毋是会嫁予阿凤兄，我拢希望你毋好甲我骗。婚姻是毋是因为即阵啊阿凤兄无伫你的身躯边，所以才互你有即种感觉？婚姻，假使讲你若有心肝底去爱一个人，迄份爱是永远袂改变。 嘛袂用得去怀疑。伫咧这个世上，阿虎兄是上疼惜我的人。虽然阮的感情无亲像阿。 身边，约束不敢放袂记。你是来骗我！你是来骗我！上天来讲了无对，你是一个歹人，你是一个大歹人。无毋对，我就是大歹人。你有想到？你毋知影我社员，啊，毋过恁某知影。伊谁乃毋敢甲你讲阿元就是靠山。 靠上了社会，你着去想看卖。卖对我，啊若无，我将我甲你某的秘密讲出来，大家会真歹过。你到底有啥秘密？你讲啊！你讲啊！你想要知影？家己转去问恁某。 你是来要稳我？我清明的时阵，我唔知阿元生做啥物款。你是来无要甲我讲？讲靠山就是阿元，阿元就是靠山。你讲啊！我有甲你讲靠山毋是好人，你都袂听我的话啊！你今日去向我甲我讲清楚，靠山甲我讲，讲我上好卖病，若无伊就要甲你，甲伊之间的秘密拢讲出来。我问你，你甲阿元到底有啥物牵连？ 你啥物代志？叫我知影，你讲啊！哎呦，建昌啊！啊，你去外口毋是要冷静，啊，想怎？阿姨，你敢知影？这个查某不守妇道啦，伊唔知他见笑啦。哎呀，建昌啊，你莫在要胡白讲。我无胡白讲，我是亲耳哦，听靠山讲的。我唔管啥物人讲的啦，人情对一个查某人是真重要呢。你想看嘛？ 小丁为着等价辛苦遐尼多年，到阵啊讲无功劳，我嘛有苦劳。你是安怎袂当相信伊的话？我倒转去相信一个外人。阿姨，你无敢会害你心？
阿姨，放手啦！兄弟的手，重兄弟的，放手啦！